伫个溪啊，伫个水池啊来钓鱼啊，嘛会当将做公民科学家哦。宜兰有一对翁仔某，因是生态专家，为2018年开始，伫个宜兰的深沟村来发起着趣味的钓鱼的比赛，鼓励大家扮演公民科学家，探索水域，建立属于在地思考普查的资料库。过去4年的活动，已经累积超过2500笔的观察记录。因发现，真侪宜兰生长的土沙甲过山虾愈来愈少，但是会食到原生鱼的外来种是大量来入侵。2022年钓鱼的比赛再度来举办，在这个过程中有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无？啊，是毋是有出现互人意想未到的物种？对着镜头，咱做伙来观察。我们会寻到半夜那个警察来关切，我们没有预期会中这么大。好舒服，它很大。收到了，快点要水啊！快点！平常带小朋友他们看书本上的图解，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他们就可以真的就是看到那个鱼的实体。好漂亮哦！人头就很漂亮哦，这个是巨头。哦，找到什么？来这边可以哦，换另外一个，这也可以哦。我想抓，哎，好棒哦！真的，这是它跑掉了。对，我跟你讲，有一只超大的。哎，对。暗时大家挂头顶，宜兰片头公园，光光一点一点，一路溪随充满活力。这里是宜兰的比仔头公园，同一条溪，夜晚跟白天会有不同的样貌，尤其在夜间出现的物种更是会有不同。现在大家在进行夜捞的行程，来看他们的收获。这是什么？鹰口秋，哇，你这样一看就认得。这里很多吗？鹰口秋。前后包围左右夹攻，伫水内的人为着掠鱼啊，各出奇招。好了，再去贡献一只。哇塞！2018年开始举办的深沟钓鱼比赛，今年进入第4届，这不是普通的比赛，要比的不是什么人掠鱼啊较大尾，是参加比赛的人对环境的探索甲观察。这名有在地掠鱼的专家带头野游。啊，进去了吗？进去了吗？太好走了，太好走了。夜间观察的关键是你要先静下来，然后仔细的看水里到底有什么，你再决定你要从哪个地方切下去抓东西。假设水流往我这边移动，我在寻找的时候呢，我一定是从下游慢慢的往上游走，这样子你踩出来的泥沙就会被水带走，不会遮蔽你的视线。他其实是我们前2届的钓鱼大赛的冠军，他靠着这样子网，就拿到了冠军。好了，大家集合，大家都来了吗？连续2届摕冠军的猎鱼专家，上传的物种的数量上济，外号叫高虾，大家拢真好奇讲，到底伊的技师有多几项？钓鱼大赛最关键，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记录。这是一个冰箱的制冰盒，我在上面贴了一个垫板，有格子的。我还有什么？海绵、豆腐，然后布丁，怎么雾的？因为水温很低，所以通常我会准备海绵，先把海绵是这个用途。对擦掉，擦完了之后，然后为什么他可以是冠军的？根本不慢慢的，压死的。不会，我们慢慢的把它逼到边缘去，同时可以测量它的尺寸。高霞本来是平面的设计师，甲水内生物根本就无关系。8年前，伊伫朋友的介绍下，半路出家到深沟村做收容。
伊袂晓钓鱼啊，抑过用网啊好，同款会使参加比赛。这号8号伊就安尼变成冠军，嘛对土地有一份感情。在深沟有一条水沟，总是有秃头鲨，但是今年跟前年就没看到了，它不见了。那一开始我们在找这些物种的时候，这边有没有？这边有没有？哎，这边有哎，好，这边记下来，这边记下来。然后过了1年，哎，不见了。其实你会有一个失落感，就是说，那它去哪里了？你看哦，我动它，它等一下会跳，等下跳出来很可怕哦。这一只这样量起来，30到35公分了，它现在是斜斜的。这样还没有破纪录，对不对？还早了，对吧？这个时候有请生物学家。鱼啊，叫做线鲤，它重点是呢，它是外来种，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这边的小鱼危险的，对不对？对，把它抓光光。所以我们今年的钓鱼大赛有一个奖项叫做最大尾奖，就是呢要给钓到最大只的线鲤的参赛者。所以我们是希望你把它钓起来，就不要再放回去了。第一时间入场感觉不整，有时徛伫顶底看，算落水的人数。主办单位这对翁仔某林凤仪甲陈艺涵，一个是野生动物保育博士，专门研究鸟仔；一个是生物学的硕士。2013年，因为美国返来台湾了后，伫机缘下来到宜兰深沟村定居，变成小农。这叫水丁香，它长得比较粗，会影响收割机收割，所以要把它移除。第1年就遇到福寿螺的问题，我要解决它，所以我们才会展开一连串的试验。科学家改做农夫，实验精神无小心，就来发起福寿螺退散计划。数据很重要，所以我想把这样一个科学的元素带进来农田，先去算田里面有多少福寿螺。它是不是真的是夜猫子？我们就把那个田啊分割成好像快1000个小格子，然后我们就在田里面拉线。哇塞，原来一块大概300坪左右的田，估算的福寿螺竟然有快要2万颗。这个数据应该是我们台湾只有我们做出来过。科学人的新冒险，就是伫农田内面做科学，要消灭农友的头号敌人，因请君入瓮。用米糠要来治福寿螺，福寿螺大概都会聚集在田埂旁边，然后把它放进去之后，那基本上福寿螺它就会这样啵就会进来了。它的习性，它就会想要钻到有遮蔽的地方，最后再把它整个拿起来。这一个陷阱一个晚上就可以抓100-200只。防治除了以人的角度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用天敌防治的思维去思考。我必须先知道深沟内层这一带曾经在这些水路里面活动的是什么样的鱼类，可这件事情很难。生物资料库其实农村这一块就是空白的。前几年都是我们2个自己在做，规划、号召、宣传，到最后物种鉴定，我们根本没办法负担，所以呢才会衍生出深沟钓鱼大赛这个方式。我那时候有接触到公民科学计划，每一个人、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是科学家。还是线鲤，有50公分吗？超过50公分可以拿。挂头顶暗时咧找鱼啊，真日本上的参加的歌手拢讲，比赛决定胜负关键伫暗时，梦幻的物种时常伫暗时咧出现。像这个来自宜兰市的这家伙啊，嘛伫钓鱼比赛期间变成夜行性的动物。是几个须？3个须吗？等一下，它有牙齿很凶哦。我们会寻到半夜那个警察来关切。对，开始给他学，就是钓鱼这样，就全家参加。伊是林佩恩，要升国小5年，本来老爸老母烦恼讲，伊对什么代志拢无兴趣。不过伫2019年的时，伊对这个深沟的钓鱼比赛真热，捌拼到甲高遐1名，并列第1名。这
刚好刷到，然后我有兴趣，妈妈帮我报名的。参加深沟钓鱼大赛，已经变成是他的儿子每年暑假最期待的一件事情。规家伙仔总动员因这个用镜头记录厝内人甲水生动物交手的这段过程。房子其实盖多了，然后那个你有一些物种，你其实前几届还看得到，它现在好像就变得很难找。黄鳝今年我们都还没看到，然后中华花逑今年好不容易才看到一只。不管是在山边的皮塘，或是村里面路边的小水沟，还是当地圳路节点，都是这一次钓鱼大赛的比赛地点。哇，爸爸收获连连。对，我知道。快点，就抓别的。好，谢谢。我们看一下，看到了吗？我终于钓到一个了。那我帮你拿那个旁边有，这是石冰。勇敢进入水产江湖，这家伙仔带囡仔喂搭起来，用一个就我的时间亲近溪水。我跟我先生是念地理系，我们本来就对自然环境很有兴趣。因为这里的水其实蛮干净的，它是雪山山脉下面的涌泉。我们今天有钓到就是石冰跟苦花，还有史尼氏小巴。平常看这些鱼都是带小朋友他们看书本上的图鉴，然后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他们就可以真的就是看到那个鱼的实体。好多，这都你们刚抓的？对啊，那个盒子侧一边。对，它就会流出去了。拜拜。我们今年大概有快60组，那人数大概有将近90位，而且今年有很多是从外地跑来的，所以我也才意识到说，原来就是在都市，大家对于这种想要亲近自然的渴望是非常的强烈。比赛进入第4年，参加比赛人上传掠到的水生动物的观察资讯已经累积超过2500笔，嘛发现真侪宜兰成长的过山虾屠杀愈来愈少，伊食条原生鱼的外来种是大量侵入，因希望过程中所引起的效应，会使让这个计划行得愈来愈远。蚂蚁先生从完全不了解鱼，自从参加钓鱼大赛第1届得冠军之后，突然之间变得非常有兴趣，对这边的环境水路变得开始比我们了解。我们这个钓鱼大赛举办起来能改变这么一个人，我们这个钓鱼大赛办的真的还蛮有意义的。我们比赛的地点有扩大，然后这个其实是我们是很有心机的。我们听说不久后，台七线的西边就是内城上德那一带，即将要土地重划，把原来的地形全部铲平，切割成方方正正的田区，然后水利设施几乎会水泥化。我们希望它不只是钓鱼，累积观察，我们希望它带有很强烈的环境教育的意味。眼光看伫10年后，农产所能扮演的角色慢慢的多元，生态嘛唔那存在伫无人打卡高的山南。以前我们做生物生态学研究，我们在讲生态这件事情的时候，老实说都是指比较原始的生态系。那我来农村之后更有感觉的是，人跟自然怎么样和平相处。其实我觉得农村是一个最好的场域啊。有生态学家甲有钱小农的2种身份，林丰义用科学实验的数据转化为农夫的语言，伊想要实践人甲自然共存的关系。老实说，我很想把这样的模式扩展到整个南洋平原的农村，因为农村真的就是不会有生物调查的资源进来嘛。现在整个因为前瞻计划的关系，水资源的管理。然后非常多的野溪跟水利工程，在做这些工程之前，理论上都应该需要做过环评调查跟生态检测。但是呢，就是没有这些生态资料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些东西非常值得去做。用家己的专长推动产业科学，固执是科学家甲农夫的共同点。林丰义甲陈业涵做为集善固执，为台湾的农产甲生态引起一场宁静革命。